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厝边隔壁大家好，现在为你所进行的单元是阿公来开讲。今日阿公来开讲这单元呢，由阮邀请到大潭道来咱节目中间，甲咱解释这个演艺中间的智慧。大潭道你好，各位亲爱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大潭道吼，今日来咱节目中间，我想要来甲请教一句演语：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这句话安怎讲？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咱想看卖吼，咱所住的是地球哦。地球是这个太阳系内面的一个星球尔对无？这太阳系伫这个宇宙中在运转，其实还有足侪比太阳系或者更加大的这个空间啊。所以足侪系星系伫这个宇宙中在运转，慢慢在转，慢慢在转。咱今日徛在这个所在，抬头所看这天，看到大面孔的看到这个世界其实这是咱看到一小部分，在宇宙中间来讲，这是小小的部分，根本也无了解以外的天，以外空间，以外宇宙有啥物物件。太阳系咱都无了解，要搁了解其他的这星系，其他的银河，其他的宇宙，搁较无了解所以天外有天，实在是无办法人的智慧，人的常识，人无办法了解真济拢真有限，真有限，人是真有限。人外有人，人嘛是同款啊。世间人这呢济，有当时咱掠做讲，我家己真牛啊，看着别人讲那别人那遐高，那遐聪明，我这个人记忆力较好，这个人较学问，这个人较有知识，这个人较有才能，人外有人，所以这有一句话讲，强中自有强中手，意思在真强的人的中间还佫有佫较强的人，一山也比一山高，一座山还佫比一座山佫较悬，看这座山敢若真悬啊，结果你到迄个山顶去看，另外迄座山佫较悬。所以强中自有强中手，一山也比一山高。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所以圣经才甲咱讲，咱爱修道啦要安怎来修养家己呢？在腓立比书第2章第30节里讲，你唔好贪图这个虚浮的荣耀啦，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家己较强，有的人就是有一种贪爱虚荣的心，想要赢过别人。其实天顶的神做万物做人类，拢互咱未了解足济啦，比咱较强的拢真济所以咱在神的面前都要有谦卑的心或者讲我存心谦卑。要安怎存心谦卑？有的人讲我是安怎谦卑才会使？你看别人比你家己较强，有人讲哪有办法？我感觉某人都比我较寒慢呢，我哪会输伊伊哪会比我较强？无可能啦看别人比家己较强的意思，其实讲起来真简单。你就看迄个人的优点，赢过你的优点。伊某一方面比你较高，比你较好，伊就是比你较强。你若要看伊的缺点，讲伊这也输你，迄也输你。但是伊另外几若项拢赢你啊。所以一个人会当欣赏别人的优点的时阵伊就会看别人比家己较强。了解讲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就谦卑落来。所以在神的面前，更较爱谦卑来祈祷，神才使恩典福气。个另外一句话讲，有感无知，不识泰山。这句话讲，这句话武侠小说常常有我看一个人掠做讲这个人普通人无算啥，我武艺真高强。啥知影？是看伊出手才知影讲，哎哟，这高有感无知，不识泰山是的，对不起你。所以这个箴言21章第40节有伫讲讲恶人发达目睭干高心恶，这也是罪啦所以当然咬人真济啦，有的人真咬咬到会骄傲起来，目睭安尼拢咧看悬无看低哩，这款心内骄傲的人在神看起嘛是罪啊。这个有眼无珠不识泰山，咱有当时就是因为家己心骄傲，所以才看轻别人，才唔知影别人的咬，所以有眼无珠才不识泰山所以咱家己爱想看，咱爱做一个好人。咱做一个好人的时阵咱就会谦卑看别人比家己较强咱自然欣赏别人的优点在神的面前会当谦卑，才袂讲变做有眼无珠不识泰山的是不是安尼？共款一句话还有一句话讲做高目看人低，这个有啥物意？高目看人低咱国语就讲狗眼看人低啦
咱人啊活在这个世间吼，有当时啊，咱发现讲，有的人吼，拢要看悬无看低，有的人是专门在看低，这看低是啥物意思？我看像狗啦，狗常常在行，拢头壳落落的吼，看到涂骹啦，若要看人的时阵看到人的两支骹啦，下半身啦，所以这是你讲，你骄傲的人在看人就是藐视人啦，对家己估计去真悬啦对这个较下层社会较善良的人啦外貌较无好看的啦还是讲有啥物亏欠的迄款人就共看轻，共藐视其实你毋知影，迄个人到底伊是啥物人，或者伊足下分的或者伊是一个足修养的人，品格真悬的人，或者伊是足办法的人，你嘛毋知影。但是往往人拢会狗目看人低拢会看起敢若真无路用，都毋知影伊家己是几扭重，这是往往人会发生的代志所以圣经内面在这个哥林多后书5章16、17节遐有伫讲讲咱若认捌耶稣基督了后都袂凭外貌来看人。安怎叫做认捌耶稣基督，都袂用外貌来看人？天顶的神要来救世间人，耶稣基督离开天顶荣耀宝座，出现在人的面前的时阵，却是降生在一个马条来，一个马条来生出来一个婴，敢无咧偌宝贵？伊个是一个目像的囝，耶稣是一个义爸就是约瑟，约瑟是目像住在拿撒勒遐大汉，一个目像的家庭的一个会晓做这个目工的一个囡仔，渐渐一个大汉，讲这就是救主耶稣，就是基督。有的犹太人嘛甲藐视，有的故乡的人嘛讲，这个某某人，我都细汉我都捌看伊，无将耶稣看在这个眼内。啥知影耶稣来，就是要拯救世间人，要成做全人类的救主。世间无一个人有资格做咱的救主呢。你嘛有错，我嘛有罪啊。我也袂当救你，你也袂当救我，你袂当做我的救主，我嘛袂当做你的救主。所以只有天顶的真神耶稣基督，伊是神，伊拢无罪，伊佫带着这个甲咱同款这个肉身，在世间受苦，替咱担当一切所有这苦楚。伊在世间的日子，佫拢无犯啥物罪，审判官3摆甲宣告伊无罪。耶稣用伊无罪的生命，替世间有罪人钉死在十字架顶，成做咱全人类所仰望的救主。所以耶稣来世间救人这样事，但了解耶稣、认识耶稣了后，咱才知影，讲咱袂使凭着外貌看人，因为耶稣无啥物外貌，却是成做人类唯一的救主。这就了解。所以咱绝对唔当用狗目看人低这实在都侮辱了人啦，看轻了人其实神做的人拢足奇妙的神有足多恩典予世间人。若看轻了天顶的真神，代志就大条所以在神的面前，咱拢谦卑就得福气是，今日真感谢罗英团队，甲咱讲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有眼无珠，不识泰山，狗目看人低，这3句言语呢，甲咱做互相来学习真感谢罗团队，谢谢。你敢知影阿妈迄阵的代志？伊一人孤单来信耶稣，不惊予人看轻去笑甲别骗，一步一步艰辛紧追逐，黑暗中甲你行路来做礼拜，为着要敲碎生命的葡萄树。你敢知伊流目屎忧伤的基督，感动主嘴听拯救伊全家。虽然阿妈谈起主耶稣身边，葡萄树永远活伫咱心内，不望咱像阿妈迄款的心心。葡萄树通永远结果子。
信耶稣，不惊予人看轻去笑甲别撇，一步一步坚信紧对主，黑暗中甲你行落来做礼拜。为着要浇出生命的葡萄树，你敢知伊老发腮忧伤的祈祷，感动主嘴头拯救伊全家。虽然阿妈回去主耶稣身边，葡萄树永远活伫咱心内。像阿妈迄款的心声，葡萄树通永远结果子，葡萄树通永远结果子。